伫咧花莲有一个1岁查甫婴仔，因为爸母的工课实在太无闲，就甲囡仔交互社会处所介绍的年母来照顾。不过最近却发现讲，这囡仔身躯顶全伤，问到到底，这年母才承认讲，伊的翁婿有对囡仔来动手。 平常时啊，拢伫年母遐托婴的李小弟弟，最近转去身上拢有一寡伤痕。也毋过年母讲，迄是甲其他的囡仔耍的时，因为杀来杀去跋倒，一直到去年12月2日，囡仔的头甲阿妈滚真个所在乌青，家长开始怀疑代志无单纯。小朋友脸部有大面积的淤伤、红肿，然后下巴翻起来，哇，也是很严重的淤伤。致电给保姆说是撞伤，我说这个是人为的，他 有跟我承认说是先生殴打小朋友，但请请用囡仔的李小姐受气，佮唔甘，怪家己亲手将后生送去一个危险的托婴环境。也毋过，这个托婴单位也是关府社会处每届的合格年母，关府平常访视稽查的效果到底伫大，互我界真怀疑。我们会给这个保姆呢做相对的这个处理哈，但是这个都还在做整个行政作业程序中。 那目前先以暂时停拖。更较互李小姐受气的是，后手联络年母，也毋过对方说讲要去庙拜拜，也及早互家长到托婴的地点了解情况，去甲伊到警察局报案。分局完成受理报案程序后，立即通知涉案人员到案说明。 依涉嫌违反《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》及刑法伤害罪，函送花莲地检署侦办。关府社会处强调，已经启动紧急事件定数，除了行政调查、保护调查之外，也是安排幼体专家案底。不过根据家长观察，李小弟弟情绪变较较会惊吓，哭吵闹，家长表示要对年母提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